你知唔知一間公司宣布裁員，股價竟然可以即彈13%。Cisco Systems 今次業績唔止係靚，係靚到離晒譜。全年 AI 訂單預測由50億一口氣上調至90億，足足翻咗接近一番。仲有佢哋自家研發嘅晶片技術，今年增長超過200%，係唔係聽落有啲不可思議？不過 Felix 幫我哋拆穿咗一個秘密。GAAP 每股盈利升37%，背後其實有唔少水分。真實嘅盈利改善根本冇你想象中咁誇張。仲有債務由80幾億急升至接近310億，呢個炸彈你又知唔知有幾危險？今集我哋行業分析員 Bonnie 同財務達人 Felix 會幫你由行業前景、競爭格局、財務健康到估值，逐一拆解。Cisco 係真係值得買，定係一個美麗嘅陷阱？唔好走，成個節目睇晒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 AI 財演，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Helen。今日我哋要分析嘅係美國科技巨頭 Cisco Systems， 佢係全球網絡設備市場嘅龍頭，市佔率接近80%，業務橫跨網絡、安全、協作等範疇，可以話係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嘅骨幹。今日佢發布第三季業績，收入大升12%，仲宣布裁員，股價即彈13%。到底發生咗咩事？首先有請行業分析員 Bonnie 同我哋講講 Cisco 目前嘅行業前景。多謝 Helen。Cisco 呢個季度真係交出咗一份令人眼前一亮嘅成績表。我留意到最關鍵嘅亮點係佢哋嘅 AI 基礎設施訂單爆炸性增長。你估下佢哋全年 AI 訂單預測由原先嘅50億一口氣上調到90億，足足上調咗80%。管理層形容而家係網絡界嘅超級週期，呢個講法我覺得唔係誇張。背後嘅原因好清晰。Google、Amazon、Microsoft 同 Meta 呢啲科技巨頭正在瘋狂投入 AI 數據中心建設，而 Cisco 嘅網絡設備係呢批基礎設施嘅核心骨幹。我發現佢哋嘅網絡產品今季增長高達25%，數據中心交換機訂單更激增超過40%，服務提供商同雲端客戶訂單仲升咗65%。另外值得留意嘅係 Cisco 自家研發嘅 Silicon One 晶片同埋 Acacia 光學連接技術，今年增長超過200%，係佢哋喺 AI 基建呢個賽道上嘅核心競爭武器。不過我要補充，行業前景並非全無風險。安全業務今季收入係零增長，加上 Arista Networks 喺高速 AI 交換機市場緊追不捨，呢兩點係投資者要密切留意嘅隱憂。Bonnie 幫我哋描繪咗一幅好亮麗嘅行業圖景 ，AI 超級週期確實推動 Cisco 交出歷史性業績。不過我想由另一個角度切入 ，Felix Cisco 今季收入大升12%，GAAP 每股盈利更急升37%，數字係好靚。但我留意到佢哋同期宣布裁員4000人，仲有一筆10億嘅重組費用。咁呢家公司嘅盈利能力係真係持續改善緊，定係有啲數字係靠一次性因素推高嘅？可唔可以幫我哋拆解一下？好問題 ，Helen， 我要客觀咁拆解一下。GAAP 每股盈利升37%，聽落好靚，但背後有啲嘢要睇清楚。Non-GAAP 每股盈利只係升10%。兩者差距咁大，主要係因為今季有大量重組費用、股票補償同收購攤銷費用被剔除咗出去，所以37%呢個數字部分係會計處理帶嚟嘅視覺效果，唔係純粹運營改善。真正反映核心業務盈利能力嘅係非 GAAP。營業利潤率34.2%，呢個數字係相當紮實嘅。至於裁員4000人，我唔覺得係絕望式瘦身，而係資源重新配置。管理層係將人手由傳統業務轉移去 AI 同數據中心基礎設施方向，配合90億訂單目標、1億重組費用，相對佢哋全年60幾億收入，分量唔算重。不過我要指出一個真實隱憂，毛利率其實係跌咗。GAAP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65.6%跌至63.6%，主要係記憶體成本上升，加上超級用戶議價能力強。換言之，雖然收入大增，但每一蚊收入嘅盈利空間係收窄緊。投資者要留意呢個趨勢會唔會持續。
Felix 幫我哋拆解到好清楚，原來 GAAP 同 Non-GAAP 嘅差距背後大有文章。我想請教 Bonnie，你提到 Arista Networks 係 Cisco 嘅強勁對手，特別係喺 AI 高速交換機呢個戰場。Cisco 嘅 Silicon One 晶片同 Acacia 光學技術係咪真係有足夠嘅競爭力去抗衡 Arista， 亦或者 Cisco 嘅龍頭地位喺 AI 時代其實係受到挑戰緊？好問題。我發現呢個競爭格局其實好有趣。簡單講，Cisco 同 Arista 係兩種唔同打法。Arista 嘅強項係速度同靈活性，佢哋喺800吉比特每秒超高速交換機市場表現出色。喺 AI 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有大約30%市佔率，而且佢哋嘅 EOS 軟件普遍被認為比 Cisco 嘅傳統系統更易操作。但係 Cisco 嘅反擊牌就係 Silicon One 同 Acacia。Silicon One 係自家設計嘅高性能網絡芯片，可以同時做路由、交換、AI 系統，一心多用。而且今年已經出貨第100萬顆，代表已經係量產成熟嘅產品，唔係停留喺實驗室階段。Acacia 光學今年增長超過200%，主要係因為 AI 數據中心需要大量高性能光纖連接去傳遞海量數據，而 Cisco 喺呢方面係有成本同技術優勢嘅。更重要係 Cisco 同 NVIDIA 嘅合作訂單按季增長70%，代表佢哋喺 AI 部署生態系統入面有相當嘅位置。不過我唔想過於樂觀。Arista 增長速度係比 Cisco 更快，而且佢哋喺超級用戶眼中嘅技術形象更前衛。所以整體評估係 Cisco 龍頭地位未失，但喺 AI 最高速交換機呢個細分市場 ，Arista 確實係個勁敵，份額上有一定壓力。多謝 Bonnie 咁詳盡嘅競爭分析。Cisco 同 Arista 各有各嘅優勢，戰況確實膠住。講到競爭，我想由另一個角度去思考。我留意到 Cisco 今次業績之後，手持現金達到166億，但同時債務都相當高，特別係2024年債務突然由84億急升至接近310億。Felix，Cisco 嘅現金流同債務狀況係咪足以支撐佢哋持續大規模投資 AI 基礎設施，同時又派息又回購股份呢？好，Helen，我直接講重點。Cisco 嘅現金流其實係相當健康嘅，今個財年首9個月經營現金流達到88億，而且佢哋一貫政策係將至少50%自由現金流返還股東，今年已經回購咗46億，加派息，合共返還股東76億以上，執行力係到位嘅，手持現金166億，應付日常運營同短期債務係冇問題。不過我要指出一個容易被忽略嘅警示信號：2024年 Cisco 嘅總債務由84億急升至接近310億，原因主要係收購 Splunk 而大舉借貸。呢個動作令債務股權比率，即係 Debt to Equity，由0.19急跳至0.68，係近6年最高水平。同時利息覆蓋比率，即係公司賺嘅錢係利息支出幾多倍，由2022年嘅41倍跌至2024年嘅13倍。雖然仍然算健康，但係明顯係走下坡緊。投資者要留意另一個風險係流動比率，即係短期資產對短期負債嘅比例，已經由1.43跌至接近1.0，喺財務上屬於偏緊嘅水平，代表短期靈活性係有所下降。所以綜合評估，Cisco 而家係派息回購有能力，但財務槓桿係上升咗嘅狀態。如果 AI 訂單增長稍為放緩，或者利率維持高位，呢個債務水平係需要持續監察嘅。Felix 幫佢哋清楚分析咗 Cisco 嘅財務槓桿狀況，債務問題係值得持續關注。唔講唔知，我留意到 Cisco 今次業績發佈後，已經有唔少投資銀行上調咗目標價，例如 Evercore 將目標價由100升至110，Argus 更直接升評至強力買入。Bonnie，你係行業分析員，我想問問你，投資銀行對 Cisco 嘅前景評估係咪同你自己對行業嘅判斷一致，亦或者佢哋忽略咗某些行業風險因素？多謝 Helen 提問。我睇過呢幾份投資銀行報告，整體方向係同我判斷一致，但我覺得有幾點係佢哋低估咗嘅風險。首先，投資銀行普遍對 AI 訂單增長假設相當樂觀。Evercore 將目標價升至110，係基於 Silicon One 帶動嘅增長故事。
但我留意到 Cisco 嘅 AI 訂單高度集中喺 Google、Amazon、Microsoft 同 Meta 呢四大超級用戶。換言之，如果其中一兩個超級用戶稍為削減資本開支，影響可以好即時同顯著。分析師報告對呢個集中度風險注墨唔多。第二，安全業務係我覺得報告普遍輕輕帶過嘅弱點。今季安全收入係零增長，9個月累計仲係負增長2%，主要係因為 Splunk 轉向雲端訂閱模式，造成短期收入阻力。Cisco 收購 Splunk 花費咗大量資金，但安全業務嘅整合成效短期內仍然係一個問號，而 Datadog 同 Elastic 呢類競爭對手喺可觀測性市場緊追不捨。第三，我注意到股票補償成本問題。Cisco 每年股票補償接近36億，按年增長接近2成，呢個係一個持續稀釋股東價值嘅因素。但唔少分析師用非 GAAP 數字做估值，自然就將呢個成本過濾咗，投資者要自己留意。多謝 Bonnie 咁犀利嘅補充，我覺得你指出嘅超級用戶集中度風險係一個好值得深思嘅觀點。講返財務方面，我想請教 Felix， 而家市場上有唔少分析師用唔同嘅估值指標去評估 Cisco 嘅投資價值。睇返報告 ，Cisco 目前嘅估值，例如 PE ratio 或者 PS ratio， 係咪已經反映咗 AI 超級週期嘅預期，定係話現價相對其他同業仲有冇上升空間 Helen， 我直接用數字說話。Cisco 而家股價大約117，市場對佢嘅估值係咁 ，PE ratio 大約35倍 ，PS ratio 大約5.6倍。相比佢歷史平均嘅15至20倍 PE， 現價係明顯溢價嘅。市場係將 AI 超級週期嘅預期已經提前 price in 咗入去。我發現一個有趣嘅對比 ，Arista Networks 嘅 PE 大約50至55倍，雖然比 Cisco 貴，但 Arista 嘅收入增速更快 ，AI 市場形象更強，所以市場願意俾更高倍數。換言之，Cisco 喺估值上係處於夾心位置，唔夠平到係純價值股，又唔夠貴去媲美純 AI 成長股嘅估值。投資銀行目標價方面 ，Evercore 係110，UBS 係95，即使係最樂觀嘅目標價，相對現價117，上升空間都係有限。不過，我亦要客觀指出，牛市論據，管理層已確認 FY27 AI 收入至少60億。加上剩餘履約義務，即係 RPO 達435億，代表未來收入可見度係相當高嘅。如果 AI 訂單繼續超預期執行 ，Non-GAAP EPS 明年有機會挑戰4.8至5元，咁現價 PE 就會回落至合理水平。我嘅整體評估係現價並非吸引嘅入市位，基準情景目標價大約110至115。下行風險反而比上升空間更大，建議投資者如有興趣，等候回調至96至100區域再考慮。好，到咗今日節目嘅尾聲，我哋為大家總結一下 Cisco Systems 嘅投資價值分析。利好因素方面，第一 ，AI 超級週期帶動 Cisco 創歷史新高業績，全年 AI 訂單由50億上調至90億 ，FY27 AI 收入目標更達60億以上。第二，網絡市場份額接近80%，加上 Silicon One 晶片同 Acacia 光學技術，構建出強勁嘅技術護城河。第三，剩餘履約義務達435億，未來收入可見度高。第四，現金流穩健，持續回購派息，股東回報政策執行力強。不利因素方面，第一，安全業務零增長 ，Splunk 整合效益仍未充分體現。第二 ，AI 訂單高度集中於四大超級用戶，集中度風險不容忽視。第三，債務由84億急升至接近310億，財務槓桿明顯提升，流動比率跌至偏緊水平。第四 ，Arista Networks 喺高速 AI 交換機細分市場追擊，市場份額有壓力。技術分析方面，根據最新報告，相對強弱指數接近79，而係超買水平，短期有調整風險。上方第一阻力係102至105，第二阻力係110至115。若然回調，第一支持係96至98，
第二支持係91至93，即係20日平均線附近。若破位則睇82至84，即係保力加通道下軌同50日平均線所在。以現價大約117計算，上升至110至115嘅空間有限，但下行至96至98嘅風險反而更明顯，風險回報比率並不吸引。對於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建議等候股價回調至96至98，甚至91至93嘅區域，屆時值博率會大幅改善，才考慮分批入場，並以84至85設置止損位。記住，本節目內容僅供參考，投資涉及風險，入市前請自行評估個人風險承受能力。多謝 Bonnie 同 Felix 今日精彩嘅分析，亦多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睇 AI 財演，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下次見，拜拜。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下次見，拜拜。